台北市动物园鸟行园仔的妹妹号名结果出来了，叫做元宝。讲这个名除了是动物园的宝贝，嘛有吉利的意思。另外，这个园仔的爸爸妈妈满16岁了，动物园嘛帮这两只鸟行团团甲圆圆做生日。园仔妹妹有伊的名叫做元宝，8782票摕到冠军。第2名是动物园保育员较介意的柔柔。 也是好听，就是吉利吉祥的意思，也是很珍惜的宝贝。我想也在我们目前疫情的压力之下，能够给民众大家带来一点小确幸，所以我想它有非常珍贵的意涵。元宝这个名字真吉利，动物园迄方面讲，元宝的体重增加情形比园仔细汉的时阵更较理想，但是目睭和听力的发展，输这一丝丝啊。按算爱到年底，就是元宝6个月了后，才有可能会出来和大家见面。8月30。 拄好是圆圆16岁生日，团团是9月初1生。动物园嘛提早准备鸡卵糕，替团团过生日。团团一看到鸡卵糕，大喙吃，食较真欢喜嘛，做古锥的，啊，佮有买奖来替伊过生日。到现在16岁，也是祝他们16岁生日快乐。圆圆因为还佮你饲恁，所以无法度参与这摆食鸡卵糕的活动。但是过生日之前，鸟园一家伙啊已经团圆啊，而且伊仔妹妹嘛已经号名，这号买奖嘛替因做欢喜。